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今天我们摄影棚传过耳边的音乐，好特别，好好听哦。真嘅喏，今晡日好下这个天时好演嘅节目啊，人哋爱来啦，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客家传统小调歌曲，真嘅当好听哦。在我们浩克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过的客家传统小调歌曲，说实在的，虽然呢我对客语歌曲不是很熟，但真的都好好听呢。人哋讲音乐特殊感情嘅音乐性格啦，来介绍族群嘅音乐特性，就讲早期客家人因为经常迁徙，做当多嘅苦事，从事劳苦嘅工作，生活当单调，再加上离乡到外庄来打拼事业，免不了有思乡嘅哀伤。不过事实上啊，从我经验所接触到，也留存咗客家传统歌谣当中嘅歌词内容，大部分都係表達男女談情說愛嘅情歌，當少有悲傷痛苦嘅歌詞來出現。就算有，也係少數有少數。真的耶！我們節目單元介紹過不少客語傳統的歌曲、小調，還有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是情歌啊，還有親情類或是勵志類為導向的歌曲哦。從以民族性來講啊，客家人係保守，也係當內斂嘅。從現例來講，有啲小調呢受到大陸、韓國、台灣嘅好多歌誒，還有原住民歌謠等等來影響最大嘅就係日本人統治人哋台灣時節嘅反文化運動，各類型嘅採茶戲歌謠都受到打壓，實在有啲打傷。好多民間人士呢，利用呢個農閒時節來保存客家嘅山歌、客家小調，一直到民國40年以後，各種嘅戲劇歌謠將重新來復興起來，各種嘅採茶戲未將漸漸嘅鬧熱起來，因為山歌、小調歌曲所表現、所運用嘅歌詞係屬於民族嘅口語歌唱文化。無論係唔係實施嘅人，只要有興趣、有感受，都能隨時自編自唱。嗰首大部分聽起來當順口、當好記，也就係山歌小調，也類民間口語歌唱文化嘅表現，做得普遍呈現客家人嘅心中。成為早期客家人日常生活、休閒生活娛樂嘅一種嘅基本能力，其中最重要一種嘅原因。小鄧老師這麼說，不管是客家山歌或是客家小調歌曲，它應該是民間最大的娛樂功能哦。錯還冇有呢個收音機、電視機之前啊，大家坐定看戲、愛現唱歌，對傳統社會嘅人來講，係當難得嘅社交活動之一咯。我已經迫不及待要來欣賞客家小調歌曲咯。好哦，今晡日介紹一首客家小調歌曲，按到每剪法，一首歌詞嘅內容啊，描寫到一個多情嘅細阿妹嘅。上家嘅情郎嘅情景，每在房中剪花，剪花送本小人家，莫嫌花兒每數剪，哎喲千言萬載唔會家，哎喲哎喲千言萬載唔會家，每剪一蕊並蒂蓮，開花結子兩相連。蓮子長長心裡苦，哎喲愛弟到頭有甜見，哎喲哎喲愛弟到頭有甜見。